今屆文憑試有28000幾人考獲入大學嘅最低要求，參加聯招嘅學生星期2至星期4可以改選科嘅次序。接過成績單，經歷人生其中一次起跌。有人科考獲3級以上，但係一科飲恨，大學夢碎。中文 Level 2差個 grade 咯，本身希望係嘅，但而家比想像中有啲出入咯。有傳統名校生就豐收。就係呢個岑曉峰。岑曉峰係9名7科5星星狀元之一，話估唔到中文都攞到最高級。中文係一個答題技巧嘅遊戲啦，可以話。咁即係你本身中文要有個底啊，但係你面對考試嘅時候，你要清楚嘅遊戲規則咯。都係揣摩翻佢想答啲乜嘢，咁你都係睇多啲marking scheme 咁樣都係。天水圍呢間中學首次誕生狀元，住喺區內公屋嘅謝楚豪話：唔覺得天水圍係悲情城市，但係自己要加倍努力。先天嘅條件，你就算冇可能名校，啲學生咁富裕，冇咁多資源俾你去做啊，冇咁多書俾你睇啊，但係你可以靠自己已有嘅資源。佢計劃讀醫科，日後成為外科醫生。全港8萬幾個考生入面，有28000幾個考到入大學嘅最低要求，平均有超過2個人去爭一個大學學位。參加聯招嘅考生，星期2到星期4可以喺聯招網頁更改選科次序，結果喺下個月9號喺網上公佈。無線電視記者藍海瑩報導。